過勞緊急需要保養。電腦就好似一條命脈咁，死咗機就會影響晒 design 公司工作進度。咁老闆有冇諗過員工同電腦一樣，死咗機就工作唔到？我今次嘅目的就係令設計公司實行4天工作週。有研究調查報告指出，休息多日可以增加工作意願同工作效率。設計行業嘅同事每日都要瘋狂爆橋同埋處理好大嘅 workload， 頭腦清醒就顯得更加重要。適當嘅休息對 designer 嘅工作反而可以事半功倍。designer 同佢哋嘅電腦有非常密切嘅關係，而電腦同人類有個共通之處，就係過勞就會運作效率大大下降。為咗令老闆留意工作過勞帶嚟嘅問題，所以今次我嘅計劃就係要將電腦嘅特徵套落員工身上。今次嘅計劃分為2個部分。計劃1：遊蕩的過勞電腦，就係要俾老闆見到員工好似電腦過勞咁發生嘅事情。我將員工同電腦過勞會出現嘅畫面同聲音結合埋一齊。我哋會要求員工着住外觀類似電腦過勞時出現嘅畫面去設計嘅服裝，咁老闆第一眼就會知道過勞嘅員工就好似電腦咁壞咗。而服裝上電腦畫面出現嘅文字亦都有因應4天工作週嘅訴求有所改變，例如 5-day work week will damage your employee。Your employee ran into a problem and needs to restart 等等嘅字句去表達5天工作週會帶嚟壞處。另外，我哋會叫員工帶住自己嘅手機或者擴音器播放住 It's not my fault 嘅聲音音效。It's not my fault, it's not my fault, it's not my fault。呢把機械嘅聲音係嚟自大概20年前 Mac 電腦嘅警告聲效。當電腦死咗機就會自動播放呢段聲效，可以令到設計界工作多年嘅老闆勾起一啲以前對電腦死機嘅可怕回憶。嚟到我哋計劃嘅第2部分，電腦壞咗可以買新，咁員工壞咗又可唔可以買新？首先第一步會將特製嘅禮物盒送俾老闆。呢一個啡色嘅紙盒打開裏邊就係一個白色全新嘅電腦包裝盒。上面印住 Intellatron， 即係結合咗 Intellect 智力同埋 Electron 電子兩個詞語，分別代表咗人類合併電腦嘅主題。呢個白色嘅盒外觀係借鑑咗某個知名牌子嘅設計，令到老闆一望就知道呢個係一個電腦包裝盒。啡色嘅盒打開上邊會寫住電腦壞咗可以買新，咁員工壞咗又可唔可以買新嘅字句，令老闆反思如果人類過勞病咗之後，又可唔可以好似電腦咁容易去修復或者替換。盒裏邊仲會裝住員工嘅模型，另外附加6個可替換嘅大腦模型。可惜嘅係，現實世界嘅人類唔可以好似電腦咁樣被修復，設計師嘅大腦亦都唔可以隨便被替換。所以喺盒嘅右下方，我哋都會附帶一張卡仔，提出實行4天工作週保養無法修補嘅 designer 大腦嘅訴求。最後總結一下，其實今次嘅計劃目的都係想設計界嘅員工可以有一個更加舒適嘅工作生活，亦都希望推廣4天工作週可以吸引年輕一代去加入呢個行業，唔會覺得做設計就一定會做到個腦輕晒機，因為輕機真係。It's not my fault。